各位 DSE 戰友頂住啊！考完試就解放啦嚇。Gary Sir 我呢幫你拆解清末嘅戰爭條約，8國聯軍，你以為得8個國家？錯啦，最後簽約有11個國家。出兵打仗嘅係日本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奧匈帝國。但係呢，義和團燒咗比利時、西班牙、荷蘭嘅使館，所以呢3個國家呢都嚟埋呢一份追討賠償。結果辛丑條約就同呢11個國家簽，賠償呢4億5千萬兩，等於呢清朝30年稅收。想知呢11個國家點樣分呢筆錢？邊個攞最多？下次再話俾你知。4場大戰終於講完啦，成日撈亂邊場打邊場，我將呢清末戰爭條約懶人包。有晒時間線、條約重點、各地賠償一覽表，仲有呢個懶人機法，請大家轉條 Google Form， 我就免費醫療送俾你。記住 follow 我 IG 同 YouTube，叫我 Gary Sir 陪你 Q 中史，下